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的9月23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，以斯帖记第1章第1到21节，使徒行传第4章13到3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同心祷告。祷告的内容我们大致上分为5个段落，这5个段落并不是规定，而是一个提醒，或是帮助我们学习祷告的一种归类方式。那任何人想要增加或是有减少，我想这个都很 OK 的啊。那这5个段落基本上分为赞美、感谢、悔改认罪、替别人代求，或是为自己恳求。另外我们又说祷告也分为2大类，一个是私祷，一个是公祷。私祷是什么呢？就是如同耶稣基督在论祷告的教导的时候，他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暗中的父察看，必然报答你。马太福音第6章第6节。另外一种是公祷，我们可以说是2个人或是2个人以上的同心祷告。注意同心祷告这个词我们会再提哈。或是我们可以说这是在礼拜中的祷告，就是有很多人一起祷告。耶稣基督曾经说过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9节到20节。牧师时常听到有人说，牧师的祷告最有功力了。看到许多基督徒常常追求名目，追求跟随神医，这也难怪会有这样的想法存在。根据圣经，我们找不到任何的经文论述到说牧师的祷告才有功效，或者说会有的祷告就没有功效。类似这样的经文教导是不存在的，也就是说，这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。但我们看到马太福音18章的经文的时候，或许有人又要误解了。他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当然这个讲起来是非常有权柄的一个提示。耶稣说，只要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上帝也会这样做；你们在地上释放的，上帝也会这样做。但是请我们注意这一段经文的最前面，在18章，他讲话的对象是门徒，一群刚开始在跟随他，还在学习的人们，并还没有出师还没有变成师傅。而更重要的重点是在后面的那2节经文。我们看一下19节到20节，他说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2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
的求什么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，只要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会有我在他们中间。牧师必须要再一次的强调，圣经没有说谁的祷告一定有功效，或是谁的功力比较好。但是要成为一位有实践能力的基督徒，愿意彼此相爱、同心合意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才是有力量的，这是唯一的条件。上个主日在讲道的当中，牧师也提醒弟兄姊妹，信心是没有专家的，就连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做错了，他也会软弱；大卫王也会犯罪；摩西也会得罪上帝，到最后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。牧师也需要被关心以及带导的。基督的信仰最难能可贵的，不是因为有某个名目的祷告，或是有哪一个神医的祷告医治全能，都不是。最重要的是在赐下救恩的上帝的面前，弟兄姐妹愿意同心合意。就好像诗篇第133篇的经文说道：看啊，弟兄和睦同居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这好比那贵重的膏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；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这个当中第一个唯一的条件就是弟兄和睦同居，同心合一的一群人在上帝的面前能够感动上帝，让上帝欢喜。特别当教会在面对很大的议题、很重要的议题、很有争议的议题，在实行上有困难的事工上面，我们所要追求的绝对不是那种赶快投票表决输赢这种方式，而是要同心合一的祷告。使徒行传第4章记载了彼得被抓了，到了耶路撒冷圣殿去接受审问，然后他讲了一篇道理。其实这篇道理更精确的来说是他的见证。彼得被抓的原因是因为他与约翰从圣殿出来的时候，医治了一位生来就瘸腿的人，让祭司们、让经学士们、让法利赛人们，他们的面子挂不住，因此就想要审问他们。怎奈彼得的见证让他们感到为难，不想承认他们的能力，却没有办法的否认，语塞了。因为医治的神迹是确确实实的事件，而且大家都看到了。因为这段经文，所以有人又要说了，你看彼得就是比较有能力啊，功力比较好啊，因为他是使徒的班长啊，所以可以使人得医治啊。请我们注意，彼得跟约翰在行神迹的时候，他们怎么说？他说：金和银我都没有，只把我所有的给你。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，叫你起来行走。使徒行传第3章第6节的记载，彼得说：我什么都没有，没有钱财，也没有能力，他唯一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名，
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为这样子就能够得到医治，绝非彼得比较有能力。记得他们这个门徒曾经因为无法医治一位患癫痫的孩子的故事吗？孩子的父亲见到耶稣的时候就说：主啊，怜悯我的儿子啊，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啊，屡次跌在火里，又屡次跌在水里。我带他到你们门徒那边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。耶稣回答说：哎呀，这不幸的又悖逆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斥责那鬼，鬼就出来，从此孩子就痊愈了。医治的能力是来自于上帝，来自于基督。接续着门徒就问耶稣说：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赶出鬼？耶稣就告诉他们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足。耶稣没有说你们能力不足哦。为什么？因为信心是要依靠上帝，能力是靠自己。在祷告的当中，我们需要献上感谢，如同被医治的人通常都会高兴的手舞足蹈，对上帝献上感恩。如同当时候的基督徒听见了彼得跟约翰被释放出来的见证之后，就同心合意的祷告，对上帝献上感谢与赞美。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努力学习的基督徒品格。